哟，좋아 좋아。Hello，大家好久不见。今天呢是一位粉丝在之前影片上面留言说想要看一部关于蒙古摔跤的，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剪辑了一部我之前在乡下参加腊郎舞的时候有拍摄到的摔跤的影片。那我也会在影片的后方呢做分析一下内蒙古跟蒙古他们摔跤的不同在哪里。另外在影片里面我所提到的一些影片啊或是参考的资料，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资讯栏里面做点阅哦。아니나 신바트는 곳에 나가고서 인기 전문가 몸을 쓸까 나가고서 아름다 끝나러 가래래 아니나 신 나가고 이쪽 친구도 없어 돌아라
哦。游牧民族摔跤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在西安出土的汉青匈奴遗物中，便可以发现，在铜牌上刻有重式摔跤的图案，形式与蒙古族的摔跤相近。根据历史记载，蒙古的摔跤发展至13世纪，起源于部落王府中摔跤手之间的比赛。在古代蒙古帝国中，摔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代表男子力量外，往往在部落之间的财产分配，甚至纷争，都会以男子之间的摔跤去做胜负去解决。那时的摔跤如现在的自由式摔跤，倒地后仍会继续比赛，直至一方的两肩着地为止。可见摔跤传统一直流行于游牧民族文化之中。在摔跤服饰上，内蒙古与蒙古国有相当大的区别。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蒙古国的摔跤服饰。在蒙古国的话，会有帽子、帽带、摔跤衣、摔跤裤，然后还会有蒙古靴与鞋绑带跟鞋底带。那在内蒙的话呢，就会有彩圈，脖子上的彩圈、摔跤衣、摔跤裤。还有套裤是穿在摔跤裤外面一个保护的隔板，那也会有蒙古靴，然后也会有一个鞋底带。那两者比较不同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蒙古国是有帽子的，但是在内蒙是没有的。那是因为在蒙古国他们入场仪式的时候会有需要帽子，那会把帽子给那个裁判，所以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入场方式。那在乌珠穆琴的摔跤上的服饰的话会比较多，而且昂贵，因为他们会在内蒙的话，他们会用皮或是布料去绣很多比较特别的图案。那他们可能会绣一些老虎啊、老鹰啊，或是对他们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图案，绣法会比较细腻，那象征的意味也会比较十足。另外，在蒙古国的话，他们衣服会比较露胸的原因是因为有历史记载说有一位公主，她就是假扮成男生然后去参加比赛。那因为在最后公主真的有赢得比赛，然后大家要发那个奖牌给她，她就不敢脱上衣嘛，然后就被发现了。所以之后蒙古国王就下令说，女生不可以参赛，然后所以就是把衣服设计成比较裸露一点。那这样女生就不敢去参加了。那在内蒙的话，女生是可以参加摔跤的，所以在内蒙就是会有女子组的比赛跟男子组的比赛。衣服的话，一样是内蒙的那个摔跤衣，但是女生可以在里面再套一件 T 恤之类的。在上一节的服饰部分有说到，蒙古国的话会有一个帽子。那就是在入场的方式这边，蒙古国跟内蒙古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蒙古国的话会跳一个叫做鹰舞，他们会在入场的时候把手臂打开，展得像一只老鹰一样，就展现出老鹰的一个霸气呀，或是一个大鹏展翅的状态。那内蒙的话就会跳一种叫做狮舞。那在
内蒙的服饰上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他们脖子上有一个铁圈，那他们就会运用他们的铁圈跟他之前所得到的那个带做甩动的动作，让你看起来是很像一个狮子的鬃毛，然后甩动有点也是霸气威武的。在赛制的方面，蒙古国的话，规则他们是认为只要任意方的肩膀啊、膝盖或者是手肘这3个部位的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地板才算输。但是在内蒙的话，他们就是规定是脚踝或膝盖以上的任何一个身体部位碰到地面的话就算输了。那在乌珠穆琴式的摔跤技术动作中，主要有捉、拉、扯、推、压等13个技术的动作。那他们会瞄准时机，然后去抓对方的摔跤衣、腰带或是裤带，去把对方这样撂倒。那在蒙古国的摔跤的话，是可以抱人家的腿的，可是在那内蒙的乌珠穆琴那边的话是不行的，所以也会有一些规则上面的不同。当有一方就是被撂倒之后，就算输嘛。那在赛后呢，不管你是在内蒙还是在蒙古国，他们都是会先将对方先扶起来，然后就会拥抱对方表示鼓励，然后也是一种尊重。那在蒙古国的话，他们输的人呢要钻过赢的人的腋下，然后赢的人会拍一下输的人的屁股，那再以鹦鹉作为结尾，然后再去找裁判拿回他刚刚交给裁判的那个帽子。那在内蒙的话呢，就会是挑狮舞来结束他这一场比赛，然后他就会又得到一个彩带，然后可以挂在他的彩圈上面。那蒙古国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内蒙有没有，如果有知道的人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就是在蒙古国的话，只要那个比赛赢的人啊，他们就会去那个主要的裁判桌那边，然后去抓一把，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果子啊，然后撒给旁边的观赛的民众，然后就是又是有点类似像我们会把分红的概念，然后把那个果子分给大家吃。另外，在蒙古国的那达慕比赛上面啊，蒙古国的职业摔跤联赛采单淘汰制，一交决胜负的制度，胜者才有机会和其他场次的胜者进行下一轮的约赛啊，或是季赛。那最终的冠军就会在那个蒙古国国庆的那达慕上面举行。那达慕通常是在每年的7月11号到7月13号。那如果有想要去看的观众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先在网络上面订票。那这个订票其实还蛮抢的，我之前本来看是都有票，但是因为我后来就是决定的太慢了，就马上就卖光光了。因为他那个那达慕的比赛很精彩，然后也有一些事前的表演什么的都很好看，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在蒙古国的摔跤手呢，在国家级比赛获胜的话呢，他们就会能够得到国家的头衔啊，或是荣誉。那国家的头衔总共有分为8种，分别是准、金、象、迦楼罗。迦楼罗呢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驯鸟，也是主神的坐骑。那在佛教里面就吸收这个鸟作为天龙八部之一，它的形象会随着佛教传入东亚。那在东亚和南西伯利亚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的地区，也会有迦楼罗的神话。那迦楼罗就可以常见在东南亚，像是泰国的国徽啊，或是印度国家航空之类的。那接下来下一个等级就是雄狮，然后就是巨人，广阔的巨人，有不败的巨人。那当一个摔跤手在全国的比赛进入16强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准的封号。那8强就是鹰，4强就是象，亚军就会被称为迦楼罗。
然后最后的冠军都会被称为雄狮。那2次的国家冠军就可以晋升到郡王，4次就可以晋升到红色的巨人。那如果想要得到次军的那个不败巨人的头衔的话呢，就必须得到4次以上的国家冠军。那在内蒙的话就会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内蒙他们自治区有各个盟、各个市，那各个旗也都有自己的那个摔跤协会。那比较活跃的有赤峰市的，然后还有锡林郭勒的乌珠穆琴旗、东乌珠穆琴旗、镇南旗等等，但没有像蒙古国那样有正式的职业联赛。协会的功能呢，就只是制定一些比较适用在当地的比赛规则啊，举办那达慕的摔跤比赛，所以他们比较没有像这种培养职业的选手这样的事情这样。那在内蒙的话，在区内的大专院校比较像是内蒙的体育学院，或是内蒙的师范大学呀、内蒙的医科大学和呼和浩特市民族学院等等啊，他们都会成立摔跤的校队、社团，然后也会教育体育特长生，然后培养一个摔跤选手。因此，摔跤选手多半是业余的农民啊、牧民啊，或是学生，将摔跤比赛当做一个休闲娱乐吧，对，或者是赚外快的方式这样。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就是今天所做的关于蒙古摔跤的影片。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自己在 YouTube 上面做更多的一个查询相关的资料，或者是看我在资讯栏放的一些参考资料啊，我参考的一些影片的资讯啊，都可以在资讯栏下面做点阅哦。那大家下次见喽，拜拜。